我要講嘢系列特輯 E400MMC 預告片。當一個人遇到佢最想念嘅一樣嘢，會發生啲咩事呢？好興奮，定係我其實有一部車好想搭，想到上嚟要發狂發癲咁滯。佢係邊個？亞歷山大·丹尼爾 E400MMC 係 E400MMC。佢出咗牌唔係好耐，但係我真係非常之想搭，因為我真係好想睇下究竟佢係點樣嘅。因為有人話佢前門係唔對稱嘅，前門嘅左邊細啲窄少少，右邊唔細少少。我真係好想見識下，同埋我抱住一個期望嘅心態去迎接呢部車，因為以往嘅 E400係好飄。咁我希望咧 E400MMC 咧可以改善一個問題，同埋咧 E400MMC 咧係由普通 E400嘅 ZF 六速嘅波箱咧換做窩夫嘅4速波箱。點解？因為佢用嚟爬山。如果我鬥到呢部車，我有咩感受呢？留待下次嘅正式真係我嗰條特輯片。